我叫阿詩，我從來都唔否認我有樣有身材，外在條件我從來都唔輸人，但我更加清楚，我唔想做一個得個樣嘅花瓶。我有腦有智慧有野心，我一定要憑自己實力喺呢間公司企穩陣腳。我每日都打扮得整齊得體，氣質同儀態從來都唔會丟架，但一埋位做嘢我就搏到盡，早到遲走從來都唔偷懶。我以為努力一定會被人見到，點知我上司 Ken Sir 有我入職第一日就好似專登針對我一個，每日一返工我個心就吊住，驚做錯，驚被鬧，驚被當眾羞辱，驚被人覺得我只係一個中害不中用嘅靚女。我成日問自己，係咪因為我生得太出眾，所以先會被人特別針對，特別挑剔？成間公司入面淨係得琪琪一個願意聽我講委屈，每日同我一齊傾偈，一齊抒發情緒。話 Ken Sir 專門欺負新人，專門針對我呢啲有條件嘅女仔。我當時真係好感動，以為佢係我職場唯一朋友。我以為我嘅職場生涯只會一直被人欺負，被人針對，被人踩落泥塵度。我真係完全唔知前面等緊我的究竟係絕境，定係一個可以令我逆轉命運嘅大機會。日子一日一日咁過， Ken Sir 對我態度不但冇半點好轉，反而變本加厲，越來越嚴苛。無論大會定細會，佢都會公開鬧我，鬧到我一文不值，就連一啲好細微嘅錯處都會被佢無限放大。我每日都會喺好大壓力同委屈入面。我同其他女同事一樣，有樣有身材有智慧，做嘢一樣搏命一樣認真，但我得到嘅永遠係鬧，係否定，係不滿意。我真係好難受，好多夜晚我都一個人留喺辦公室到凌晨，一邊改文件一邊忍眼淚。我唔想被人睇死，更加唔想一世被人貼上花瓶嘅標籤。我一定要憑自己真材實料，贏返所有人嘅尊重。我真係好唔明白，我到底做錯咗啲咩，要被人咁樣對待？我一直以為，只要我繼續忍，繼續努力，繼續堅持，總有一日可以改變佢對我嘅看法，令佢認同我嘅實力。我一直以為職場上面最恐怖嘅，就係呢種惡死又針對人嘅上司。我完全冇諗過，有一日連我身邊最信任最貼心嘅人都會變成想害我想踩低我嘅敵人。為咗呢個超級重要嘅大客戶策劃案，我足足3日3夜冇好好休息過，每一個數據，每一個細節，每一句講解，我都用心做到最完美。我一心以為今次終於可以翻身，證明我唔只係個樣靚嘅花瓶。琪琪由頭到尾都表現得好幫手，話幫我檢查資料，幫我列印文件，幫我遞上交俾上司。我當時完全冇防備，以為佢真係真心真意想幫我渡過呢個難關。點知一入會議室， Ken Sir 當住成間公司同事嘅面大鬧我，話我抄襲，話我資料錯漏百出，話我差啲女公司損失幾十萬生意。我當場呆晒，我明明做足所有功課，點解會變成咁樣？我忍唔住躲喺廁所裏面喊到崩潰，眼淚止都止唔住。呢個時候琪琪入來抱住我，不停安慰我，話一定係 Ken Sir 整蠱我，偷偷改我文件來陷害我。我當時信到十足十。我一直以為我人生最大嘅敵人就係呢個日日針對我嘅上司 Ken Sir。我完全冇諗過真正想害我、想搶我功勞、想逼我走嘅人，其實一直匿藏喺我身邊。經過會議室一鬧之後，我成個人跌到谷底，每日返工都抬唔起頭，感覺成間公司嘅人都喺度笑我、睇低我，覺得我只係一個生得靚但冇實力，仲要做錯事嘅廢物。我真係忍唔住寫好咗封離職信，我諗住遞完信就走，離開呢個令我傷心、令我委屈、令我毫無尊嚴嘅地方。我覺得自己好失敗，努力咗咁耐，有樣有智慧又如何？最後都係輸得一敗塗地。人事部阿姐見到我，即刻按住我封信，叫我冷靜啲，唔好一時衝動做決定。話公司其實有好多人認同我嘅努力，只係我自己唔知咋。我當時好迷茫，
完全唔知邊個先可以信。我坐返自己位，打開電腦，竟然見到大客戶發過來郵件，專門誇獎我嘅策劃思路清晰、有創意。我當場呆咗。明明我份方案被鬧到一文不值，點解客戶會讚我？我開始覺得呢件事越來越唔對路，一直都好似有隻無形嘅手喺背後操縱住所有事情。我決定唔好急住走，我一定要查清楚當日到底發生咗啲咩事。自從收到客戶嘅讚賞郵件之後，我開始靜靜觀察身邊所有事。我發現好多細節都好奇怪。明明我份文件做足晒，點解會突然出現咁多致命錯誤？簡直就係有人專登整我。我留意到每次我一有重要項目，琪琪就會特別熱心主動幫手，又話幫我檢查、幫我列印、幫我遞文件。平時公司入面美女如雲，大家都係競爭關係，佢對我好得太過分。我又諗返起 Cancer， 雖然佢對我好嚴，但每次出事，佢雖然鬧我，但從來都冇真正將所有責任推晒俾我，有時仲會默默幫我善後。呢一點其實一直都好奇怪。我有樣有身材有智慧，我本可以輕鬆做人，做個人人中意嘅花瓶，但我偏要選擇靠實力。而家我終於明白呢條路好難行，身邊處處都係陷阱，處處都係算計。我決定唔再輕易相信任何人。我要靠自己去查、去發現、去揾出真相，無論結局係點，我都要知道到底邊個先係真正對我好，邊個先係想害我。為咗揸清楚策劃案被改動嘅真相，我鼓起最大勇氣去申請查看辦公室監控。我心跳得好快，好驚見到我唔想見到嘅畫面，但我知道我一定要面對現實。當監控畫面一出，我個心即刻凍晒。畫面入面清清楚楚拍到係琪琪趁住我去食飯離開座位嘅時候，偷偷走過來打開我電腦，刪除我資料，刪改我數據。我真係好傷心，好失望。每日同我一齊傾偈、一齊喊、一齊鬧上司嘅人，原來由頭到尾都喺度妒忌我、出賣我、陷害我，就因為我夠努力、夠出色、夠有潛力。亞斯，你以為我淨係針對你？我同你一樣，生得好唔代表要靠樣，我都係一步步捱上來，先有今日嘅位置。我對你嚴，係因為我當你係徒弟，見到你有潛質，先會恨鐵不成鋼。我想你真正成才，唔係做個得個樣嘅花瓶。聽完 Ken Sir 呢番話，我成個人震驚到講唔出說話。原來我一直錯怪咗佢，佢對我嚴苛，唔係針對，係識才，係栽培，係希望我可以行得更穩更遠。原來佢同我一樣，都係因為外表被人誤會，都係靠住一雙手同實力捱出屬於自己嘅成績。佢見到我就似見到當年嘅自己，琪琪被公司解，我唔開心亦唔幸災樂禍，只係更加明白職場從來都唔係靠外表、靠算計，係靠真真正正嘅實力同態度。由呢一日開始，我徹底放下所有委屈同誤解。我知道以後有一個真心教我、帶我、信我嘅上司，我更加要努力，唔可以辜負佢對我嘅期望。我有樣有身材有智慧，但我永遠都唔會做花瓶。我要憑實力證明，外表只係附加份，內在同能力先係我立足嘅本錢。唔會解開之後，我工作狀態完全唔一樣。我變得專注、穩定、有目標，每一份文件、每一個方案、每一次見客，我都用心做到最好，唔會再懷疑自己。Ken Sir 開始放心交俾我更重要嘅項目，帶住我傾大客戶、談大合作，俾機會我表現，亦會適時指點我，教我職場生存同做事嘅方法。我每日依然保持最好嘅狀態，樣貌、身材、儀態一樣都唔落下。但身邊所有人都知道，我唔係得個樣，我係有料、有腦、有擔當嘅人。有曾經被人欺負、被人針對、被人陷害，差啲辭職嘅新人，我慢慢成為團隊入面可靠、穩定、受認可嘅核心成員，一切都靠自己換返嚟。所有受過嘅委屈、
流過嘅眼淚，捱過嘅通宵，忍過嘅壓力，而家睇返，全部都值得，全部都係令我強大嘅養分。季度考核當日，我以為只係普通匯報，點知 Ken Sir 一開口就公開表揚我呢段時間嘅表現，話我進步巨大，態度端正，實力突出。亞斯，你冇令我失望，你證明咗有樣又有實力嘅人先係最可怕。你值得更好嘅待遇同機會。公司當場宣布將我升為資深策劃，調整薪金，再加發一筆豐厚嘅花紅獎金，作為對我呢段時間努力同貢獻嘅肯定。我聽到之後眼濕濕，呢份升職、加薪同獎金唔靠關係，唔靠後台，唔靠外表，係我捱返嚟、搏返嚟、實力換返嚟。原來當有人真心想帶你、教你、栽培你，嚴苛只係一時，成長同收穫先係一世。我好慶幸自己冇放棄，而家我已經係公司嘅資深策劃，有穩定嘅位置、合理嘅薪酬、屬於自己嘅獎金同認可。所有努力同歷練，終於換來最實在、最安心嘅回報。我多謝 Ken Sir， 多謝佢當年嘅嚴苛，多謝佢當我係徒弟，多謝佢明白我、信我、栽培我，令我由迷茫新人變成獨當一面嘅人。我同佢都一樣，有樣有條件，但偏要靠實力。外表可以吸引人，但只有實力可以留住人，撐起自己嘅人生。我會永遠記得，唔好因為生得好就放棄努力，更加唔好因為有人對你嚴就覺得係針對。有時嚴苛係另一種珍惜。我有樣有身材有智慧，但我永遠唔做花瓶。人生從來唔會虧待努力又堅持嘅人，你捱過嘅苦，終會變成屬於你嘅光。